大家好，我係梁教練。今日會同大家分享拍打功全集，幫助大家促進血液循環、疏通經絡、改善免疫力、幫助排毒，同時調節情緒、減少壓力。一、頭部拍打功。喺拍打頭部之前，我哋要注意先修剪好我哋嘅手指甲，用指頭嘅位置輕力拍打。頭部曾經做過手術嘅朋友，記住先諮詢醫生嘅意見啦。第一個動作，十指拍頭，十指彎曲拍打頭頂嘅位置約100次左右。每日拍一拍，可以輔助血液流通，減少腦血栓、腦梗塞嘅風險。第二個動作，拍拍百會後頂穴。百會穴喺兩耳中間嘅頭頂交匯處，後頂穴即係百會穴後約1.5寸。每日按摩百會穴可以調整自律神經，改善頭痛暈眩，幫助心情放鬆，亦都可以改善脫髮嘅問題。此外，刺激後頂穴則可以治療脫髮問題、明目祛風、緩解頭暈、改善失眠等等。第三個動作，拍拍頭側角孫穴。角孫穴位於耳仔內接嘅耳尖位置，呢個位置係膽經、三焦經同埋小腸經嘅交匯。按摩呢個地方，同樣可以預防掉髮，改善睡眠質素。第四個動作，拍拍耳後嘅圓骨穴。圓骨穴位於耳朵後邊乳突後下方嘅凹陷處，呢個穴位主要醫治頭痛、面部神經麻痹、腮腺炎、扁桃體炎以及失眠問題等等。第五個動作，拍拍天柱咬門穴，以空心掌輕力拍打頭部後下方嘅位置。呢個位置有3個穴位，分別係風池穴、天柱穴同埋咬門穴。風池穴可以幫助緩解頭痛，促進血液循環；天柱穴可以改善鼻哥眼睛不適，穩定血壓。咬門穴則可以改善頭痛、肩頸不適。第六個動作，拍拍前額兩側。前額兩側有曲叉穴同埋含厭穴，每日按摩可以緩解眼睛嘅疲勞。刺激曲叉穴可以幫助緩解神經痛同埋鼻哥不適。刺激含厭穴可以改善頭痛同埋耳朵不適嘅問題。第七個動作，拍拍逆風穴。逆風穴位於兩側耳後邊嘅凹陷處，我哋會用2隻手指進行拍打。多按摩呢個地方可以改善頭痛，緩解耳朵不適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消除壓力等等。
換另一邊，現代人壓力大，氣血瘀滯不暢，容易造成失眠、耳鳴。按摩呢個穴位可以有效改善以上嘅問題。第8個動作，拍拍頭兩側。頭兩側係膽經嘅位置，膽經不通會引致口苦苦、面青青、頭痛、容易焦慮同埋失眠等等嘅問題。每日拍打頭兩側，可以有效改善以上嘅症狀。我哋同時亦都可以用10隻手指梳梳我哋嘅頭部、頭皮嘅位置。呢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哋防止掉髮，保持頭髮烏黑亮麗。第9個動作，拍拍眼窩。每邊3隻手指拍打眼窩嘅位置，可以有效解決黑眼圈、眼睛疲勞不適嘅情況。第10個動作，拍拍面頰。面頰兩側有大型穴同埋頰居穴，多拍打按摩，除咗可以瘦面，仲可以醫治牙痛嘅問題。最後一個動作，拍拍太陽穴。太陽穴位於外眼角延長線嘅上方，輕拍呢個穴位可以紓解偏正頭痛、三叉神經痛、清肝明目、通絡止痛。2. 手部拍打功。首先第一個動作，我哋會搓下手心30秒。我哋會將兩手手心搓暖。時常搓手心可以疏通我哋嘅經絡，調整氣血嘅運行，達到扶正祛邪、治療疾病嘅目的。第二個動作，彈彈手指60次。經常練習彈手指，對疏通經絡、促進血液循環有好好嘅作用，同時亦都能夠增加熱量，提高人體嘅禦寒能力。第3個動作，撞撞手指頭60次。每隻手指頭都有唔同嘅反射部位，例如多啲按摩拇指頭可以保健大腦，食指頭可以促進腸胃嘅健康，中指
可以加強心臟嘅健康。按摩無名指指頭可以安養肝臟，而刺激小指指頭可以保養腎臟。第四個動作，撞撞指間50次。手指間有眼睛同埋耳朵嘅反射點，每一日撞撞指間可以充耳目明。第五個動作，拍拍虎口位80次。經常拍打呢個位置，可以幫助預防心痛、肩痛、失眠、盜汗頭痛、胸悶、牙痛、扁桃體炎、內分泌失調等等，同埋可以改善內分泌失調等等。第六個動作，撞撞拳眼60次。兩手握拳相撞，拳眼相對。呢個動作可以刺激食指外側嘅穴位，預防胃炎、膽囊炎，亦都可以醫治失眠。第七個動作，撞撞拳輪。我哋翻開拳頭，以兩手拳輪相撞，刺激穴位。小指外側有一個老眼點，早晚拍拍按摩，能夠防治眼睛老花同埋白內障。第八個動作，撞撞手腕心60次。手腕心偏外有一個神門穴，多刺激呢個穴位，可以保護人嘅神氣，亦都可以保護心臟健康。第九個動作，撞撞拳面60次。拳面嘅位置有多個對應頭部健康嘅反射點，多按摩可以舒緩偏頭痛、頭頂同埋後方嘅頭痛。第十個動作，拍拍拳背掌心，左右各50次。掌心位置有對應胃器官嘅穴位，多拍打可以改善消化系統同埋腹痛、腹瀉等嘅問題。換另一邊，拳背嘅位置係整個脊柱嘅對應點，包括頸、胸、腰椎。經常拍打手背，對緩解頸椎、腰椎痛好有幫助。第11個動作，拍拍前內臂，左右各50次。首先伸直左手，用右手掌外緣嘅位置拍打前內臂，5下為一組，共拍10組。
換另一邊，時常拍打前內臂，可以預防手臂麻痹、冰冷同埋肌肉嘅緊張。第12個動作，拍拍手太陰肺經，左右各50次。手臂內側有3條重要嘅經絡，包括係手太陰肺經、手厥陰心包經同埋手小陰心經。換另一邊，手太陰肺經可以主治呼吸系統嘅疾病，手厥陰心包經可以主治心血管嘅疾病，而手少陰心經可以主治心臟病及神經、精神病等等。最後一個動作，拍拍腋窩，左右各50次。舉起右手，左手握空心掌，喺腋窩嘅位置進行拍打，力度以舒服為主。換另一邊，早晚拍拍腋窩，有助於活絡氣血、通暢淋巴，排除體內嘅廢物同埋濁氣。另外，亦都可以改善肝臟、心臟嘅問題。3. 腿部拍打功。首先，我哋會暖下雙手，按摩膝頭哥，搓搓手心10秒左右，令到掌心暖和。然之後，兩手放喺膝蓋上面，打圈按摩30次左右。按摩嘅力度以舒服為主。按摩膝蓋可以舒緩膝蓋周邊肌肉嘅疲勞，加速血液循環，幫助帶走積累嘅淤血同埋廢物。第二個動作，拍拍膝蓋通血氣，兩手握空心掌，放喺膝蓋上面，輕力拍打約40次左右。拍打嘅力量亦都係以舒服為主，避免拍出淤青。第三個動作，拍拍前膝蓋，兩手拍打膝蓋嘅前方約40次左右。膝蓋前方有獨臂穴，多拍打按摩可以活絡氣血、護膝蓋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拍拍膝蓋嘅外側，兩手拍打膝蓋外側約40次左右。
拍打膝蓋外側可以帶動血液循環，幫助將卡住喺關節入邊嘅毒素清除。另外，營養亦都能夠透過淋巴進行自我修復。第5個動作，拍拍膝蓋內側，兩手拍打膝蓋內側約40次左右。膝蓋內側係肝經之處，每日拍打可以達到清瘀排毒、緩解膝頭哥疼痛嘅效果。第6個動作，拍拍膝蓋後方，兩手放喺膝蓋後邊，拍打約40次左右。膝後周圍嘅肌肉叫做膕肌，呢一部分嘅肌肉因為膝蓋經常彎曲而變得緊繃僵硬，按壓委中穴可以放鬆膕肌。第7個動作，拍拍大腿外側，兩手握成拳頭，拍打大腿兩側嘅位置。大腿兩側有4個穴位，分別係跳環穴、風市穴、中軸穴同埋膝陽關穴。呢4個穴位都係膽經之處，經常拍打可以幫助膽汁分泌，提升人體嘅吸收能力同埋造血嘅系統。第8個動作，拍拍大腿內側。拍打大腿內側有助於促進腿部嘅血液循環，加快體內嘅新陳代謝，有助於脂肪嘅分解同埋燃燒，從而達到減肥瘦大腿嘅作用。第9個動作，拍拍大腿，雙手握空心掌喺大腿上面進行拍打，每次5下，共拍15次左右。呢個動作可以幫我哋放鬆股四頭肌，同時預防大腿麻痹。拍打大腿可以刺激3個穴位，刺激伏兔穴可以改善腿部疼痛，避免痙攣；陰市穴可以改善下半身腫脹、腹脹、腹痛、消化不良嘅問題，而刺激梁丘穴可以改善膝蓋腫痛、下半身麻痹，同時亦都可以改善胃痛、胃痙攣同埋腹瀉等等嘅問題。第10個動作，我哋會拍拍小腿兩側，同樣地，我哋會兩手握拳，用拳輪嘅位置喺小腿嘅兩側由上至下拍打約50次左右。多啲拍打小腿兩側，可以放鬆經常繃緊嘅腓腸肌同埋比目魚肌，同時亦都可以預防小腿抽筋。換另一邊，同樣地，兩手握拳，用拳輪嘅位置喺小腿兩側由上至下拍打約50次左右。長期站立嘅人士，每日拍拍小腿，可以有助放鬆肌肉疼痛，促進血液循環之餘，仲可以瘦小腿。第11個動作，拍拍小腿肚。小腿肚位於小腿後方中間嘅位置，係血液循環入邊好重要嘅器官位置之一，所以又稱為第2個心臟。每日拍打小腿肚，可以令到血液循環變得更加好。換另一邊，按摩小腿肚亦都有助於改善心臟病、高血壓、氣喘、胃寒同埋失眠等等嘅症狀。第12個動作，拍三陰交。三陰交位於內踝足上3寸
即係4隻手指之上嘅位置。我哋同樣地會用空心掌進行拍打，刺激同埋疏通三陰交穴，可以帶嚟以下4大益處。第一，可以保養女性嘅子宮同埋卵巢，改善生理痛。第二，可以緊實肌膚，保持年輕。第三，可以增強活力同埋調整血壓。第四，可以強脾祛濕，強健脾胃嘅運行功效，排除身體多餘嘅水分。換另一邊，同樣地喺三陰交穴上面進行拍打嘅動作約50次左右。拍拍三陰交穴亦都可以醫治脾胃虛弱、消化不良、腹脹腹瀉、白帶過多、子宮下垂、小便不利同埋失眠等等嘅問題。最後一個動作，我哋會拍拍大小腿，從大腿外側由上至下拍打至小腿外側，再由小腿內側拍到大腿嘅內側。我哋一共會拍10組。腿部嘅外側係足少陽膽經，主要醫治偏頭痛、耳聾、耳鳴、眼病、肝炎、膽囊炎同埋下肢外側嘅病患。腿部內側有3條陰經。第一條係足太陽膀胱經，主要醫治眼部嘅疾病。第二條係足厥陰肝經，主治小腹、肝膽同埋頭部疾病等等，例如頭痛、暈眩、面癱、眼疾、癲癇等等嘅問題。第三條係足少陰腎經，主治生殖系統同埋呼吸系統嘅疾病，例如陽痿、遺尿同埋腰痛、咳血、氣喘同埋喉嚨痛、牙痛、失眠、暈眩、耳鳴。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讚好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第一次嚟我頻道嘅朋友，記住訂閱我嘅頻道，打埋隔離嘅小鈴鐺，以後有最新嘅教學資訊影片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。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頻道做會員，支持我嘅教學工作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